继续要来看台中有一个59岁乡亲做物流业的，讲带着胃肠这个病症，得要20天咯。见若搬动，巴肚尾就疼甲。讲传统的胃肠的修补手术已经做过3届咯，但是拢阁夹起来真困扰。今年是来做胃肠的手术，总算来长筋，真欢喜。 59岁吴先生治疗胃肠将近20年啊，捌接受过3摆传统的手术，也毋过又阁压起来真困扰。今年接受微创手术，总算解决问题。那这种方式应该是对他最好的。那事实也证明，就是说他手术过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已经可以恢复原来的劳力工作。 吴先生做物流业，较早咧搬重的时，巴肚拢会疼，啊，即摆咧搬加真轻松，会真欢喜。手术完之后，隔了3年多，又复发第二次之后，经过10多年，在第3次，现在手术完就不会了。有一些病人没有办法接受全身麻醉的病人，他可能比较不适合。虽然我们有开创一些新的术式，就是说局部麻醉来做疝气。 医生提醒讲，胃肠较有发生伫有回男性的身上。你若长期会受较大块的人，你若无去插入、无去治疗，较有造成器官衰位。所以讲提醒乡亲来控制体重，然后胃肠的症头一定要去找医生。